评弹艺术的窗口，评弹知音的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名家名片来赏析，每逢追么来相逢，书迷朋友大家好。在上一期的名家名片当中，我们播出了怀念一代评话名家吴君玉先生的艺术专辑。观众朋友惊闻噩耗，纷纷来信，表示沉痛的哀悼和深深的怀念。不幸的是呢，今朝为了告诉大家一个噩耗。著名台视表演艺术家杨振义先生因病于5月6日深夜21点45分过世，享年是86岁。杨振义先生是当今评弹界当中最为著名的评弹表演艺术家。这年呢，你的阿哥杨振勇评上当时与时代唱片大江南北，蜚声大洋彼岸，把大家美誉为是杨上当。今天呢，就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一起来怀念这位德高望重的评弹表演艺术家。杨振言先生和我们苏州电书厂有着深厚的感情。记得我们电书厂创办初期的时候，他就欣然应邀前来助阵，支持我们的栏目。这一切我们至今记忆犹新。那你苏州电视史上的10多年当中，杨振义先生呢，你始终规划着苏州电视史上的健康成长。这一栏目有需要特此邀请呢，杨振义先生才会乐意的赞助，不顾你自家的个人特此身体的健康。那么当年呢，我的栏目的其他同仁啊，经常到上海到杨振义老师的屋里向去采访，你对大家才是十分的亲切特此关心。每当谈起评弹，你就滔滔不绝。同时呢，也非常关心其下一代评弹艺员的成长特此发展，也非常支持年轻一代评弹艺员的健康成长。杨振言先生精湛的弹词表演艺术，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啊，有口皆碑。他还获得了美国林肯艺术中心颁发的亚洲杰出艺人终身成就奖，这在评弹界中还非常少见。杨振义先生呢，让上世纪80年代退休之后，还经常坚持了评弹书台上的演出，特此各种评弹的活动。这些辰光虽然已经步入至蓝年时代，但是你对评弹艺术的专业性呢，还是适当的一往情深。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10多年前，10年杨振言先生刚从美国获奖归来，我们电视书厂特别为此拍摄了专题片。杨振言是上海评弹团的著名评弹表演艺术家，他家住在上海文艺界比较集中的田林新村。一进门，我们就看见杨振言先生正在忙碌着，在整理收听他从美国带回来的资料。你好，听说你刚刚从美国纽约回来，除非是到美国纽约去得这样终身艺术成就奖。我得的就是终身艺术成就奖。颁发的单位呢是有3个，一个是美国纽约的林肯艺术中心，还有是纽约市文化局，还有一个单位呢就是美国艺术协会。所以让5个这个一次发奖大会上呢是很难嘛，来了200-300个中外来宾。那么这个大会主持人作为加入，所以是加入了得奖的申请。那么当时发奖的呢，就是由纽约市文化局长贾所平你亲自大会上发奖，并且还讲了，就是讲中国的民族文化是非常丰富多彩啊。这个而且呢，这个机会得奖的呢，还是实至名归啊，为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啊，感谢你到为我们纽约市这个多元文化呢，充实了文化生活做出了贡献，讲得非常这个赞美我们这个民族文化。那么再有呢，我大会上向就是作为大家事了。那么我说我得到这个奖的啊，感到非常荣幸啊。那么再我谈到一点，我说我看了这张得奖的名单啦，历届的得奖名单，因为双家了，还有30个知名的艺术家，侪是京戏、音乐啊，这个各个方面舞蹈，恰恰没我的出年。那么这一次呢，我能够作为一个出年方面的评弹艺术得到这样一个大奖，那么心里非常高兴，还感到无比自豪。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个人，而是为整个
曲艺家、平台家整体来用。所以我这种的心情呢，我就提了4句。我讲凡里洋人都崇仰，终身神瑞得真讲，自家永于这里我，平台事业永难发。杨振雄、杨振言弟兄双档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洋派艺术，树立他们在评弹界中的艺术地位，获得了业内外的一致公认和好评。杨振勇、杨振言弟兄双档呢，里头两家头弹唱的上片台是《西厢》，是表现以女性人物英英搭子红娘为主体的爱情故事。那么两位男演员啊，能够拿妙龄的女性塑造得栩栩如生，十目三分，反映了这个两位艺术家的非凡功底。洋派艺术长篇弹词《西厢记》细腻委婉，那其实情节很简单，但两位艺术家将人物的细腻情感生动地展现给了观众朋友们，让大家欣赏者感受到那种洋派艺术的无穷魅力，唱腔的更是悦耳动听。对，弟兄双档艺术之所以成功。这个就是依据两家头的紧密的合作，分能与公认的应用之意。有个地方呢，往往要牺牲一下自家，去配合艺术整体表现的展示。那么杨振言先生在这个方面，李晓得你是做得很到位的。在你的生活当中，李晓得双档艺术的成功，就是要紧密合作。好，接下来就让你先来欣赏由杨振言搭子杨振勇弹唱的《西厢会见西头》。他说：“到时拨了到主下来，这个难够大。”红娘不就是那样子啊！自己没罪发誓，你律之先生，哦呀，你律是我吧？大可心中。老婚之后，我真得认账，我办了，此地反等了，你累着我呀！而且你累不是呀，你是奉先条出名累我呀！哦，今朝你来管我，是奉先条出名管我。哎呀，姐姐呀，那真是你。神机美，这家身心难猜中来时，哎呀，相公姐姐，只如前
去见他恩比谁？我亲君称赞了百姓人谁？我当初旅呢，哪想得小家里头会比赛？既然你比赛，我要细心他的扬然而去。老实说，你这个等下人再没上去，将来好的小才会得看不着。你追吧，我不追的，你累死我吧！你虚口干，自己啊，自己我口累。为真等人转换彼此对累死我！你阿姐不醉，你累死我吧！我要立日复命上归，累你不醉，我要醉了。哎呀，我不累一半啊！那去吧，左手放水，只好硬硬地地，身体不走了，把周身来呀醉，面孔带个面，好像一年那个。小子，我有好戏呀！膝盖呀！我们这个生活不对哇，说个好戏讲，拿到雷凌晨要听在，方才小生一时粗心，这道小子比了现场，我这不仔细一想啊，小子哪会比哟？正宫对不起，那一场得罪了这个丫头，哈！他从中龙贵没了的小计来给个嘴小生，岂不是一心而一对好夫妻陪着丫头？我这废了！刚刚红娘听见血要喷出来，倒是你不懂好去。明明三家比赛，直到现在为止不光三家，叫做光我。都将小姐一封亲笔给你的书信在此，你去看。耶！哈！啪一动，哎呀！啊，小姐，你真的比了我。我知道你还自家尽心，只见你言之必门，做真小姐，呀，都是。一记的了我。好，观众朋友，刚才我们大家欣赏了杨振言先生和他的哥哥杨振雄合作的《西厢回简》。我们大家领略了洋派艺术的精湛，可以说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程度。那艺术的创作来之不易，俗话说是梅花香自苦寒来，没有苦心钻研、潜心磨练是难成大家的，怎不得让人感到由衷的钦佩啊！对，你讲你这个人才晓得，你到杨高两弟兄啊，识书的本事非常的大，思路很宽。作为艺人呢，一般性来讲，有自家的性格，还是决定了你自家的思路。要跳出这个思路呢，是很不容易的。那么就刚刚欣赏的是西厢，最后一个呢是才子佳人，细腻为伍。你哪想得到你到杨高两兄弟啊，还能够有适合长篇台词武松？是啊。大家都知道武松这部长篇中的人物跟西厢中的人物是决然不同的啊。武松呢，主人公是武松啊，然后呢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那像这一类书目，或许说评话演员来表演是更为合适一点。那么恰恰相反，让书迷们才晓得杨上当的小说武松深深的印了书迷们的脑海当中。你都不管是什么个武松也好，武大郎也好，甚至于西门庆、潘金莲，你都个个才是活生生的人物。下面就请大家来欣赏由杨振言和杨振雄弹唱的《武松重逢》选段。侬个好兄弟呀！哎，侬个好兄弟呀！武松的听个声音，阿公啊，阿公的声音听得少有用。不过你来了青龙院，哪会得来打杨国勇？是亦不是？待我看来，那么不带这个看你们这一只眼看，那么下头看，
哎呀，阿哥年3到2岁，这个看么真好。哎呀，我个好兄弟啊，来腿抬起来呢，只把跟哪里给到哟，我们好兄弟。啊，哎，好兄弟呀，哥哥，好兄弟，这个父兄一口口信啊，实比阿哥，而且老兄比兄弟上得懂着。哥哥，你比公曲高大得多了。高的不高啊，不过机器来个，机器来个。小小多让开点，让开点，让开点。父兄一口么家兄想出来，人让开了么老兄都了地台了，挖不到的石岗高。哥哥，请下来吧。啊，我来啊。是啊，这把给我落落着，请来。抱一抱抱，好抱一抱抱。啊，哥哥，下来。哎呦，哥哥，你怎么会在此地呀？有个好兄弟呀，兄长，你不可以这种啊。真是，你好啊，你好啊，我不得给他养活有这样。你的家也在此。哎呀，等会我力气什么去了？好吧，来，哎，上来，哥哥，我不来听。挑不动改，挑不动改，这个吃个了，挑不动改。父兄啊，回答得好，哥哥啊。莫说是这副彩饼带，这是公公的宋代清正，按风儿一样不跳。各位好兄弟呀，请吧，请。哥哥，好兄弟呀，想问赢了他，各位爱打来吧，是来采购一波呢。站，公公，请。好兄弟，请啊，请啊。考我啥子？考我啥子？考我啥子？咦。何必中风？是非分能，食不尽，父先能，弟兄在相亲。几条英勇黑，一个儿不提，是得把大路引能，真想啥家头没老夫神，老兄来看哎，说哎。当后用阿哥谁是马彩饼的副头郎哦？你非还是当后应用改得了个种阿哥个？你看呀，这副彩饼袋啊，当后应用哪能贴啊？当后应用肯定不人家贴彩饼袋不对，是看医生的的确不够，那的呀。这副袋板要副头郎贴，哪啦？当后应用贴了让深度不好看的。哎，不过那点提口清理啊。我打你两家头真要发觉副头郎来的福气哟！看来又让你混子，啥个你混子？讲哦，面孔是讲难看，福气多少？哎呀，难听呐！许下他身为阿夏容易吹，你兄弟是。好英勇马超根，英精气概像儿郎神。那个当后英勇，有气概，也是上边是都想替人提奖。那个据说的对，跟兄弟是英勇，副东郎兄弟是英勇。这里为个高兴了，大家都晓得吧？丁丁。牛里家毛羊，潘经理称得杨虎有一张顶叫杨顶，不知几时谁来个好福分？兄弟，英勇大小美人，英勇美人不离一岁八百，还是你福气。那的确是福气，副东郎的福气。看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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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佛啥子？看佛啥子？如果时间我当了东北公个好兄弟呀！我牛鱼刚刚上西
以方言之恩为非报亲。喏，好兄弟，你吃妻子一年难将治地的微公子弟在，怎么永不认得敢靠亲啊？听啊！每不记对，不互相，以水兵人弟兄亲。不过你的家苦要大不了，要夸在沙文农家好吃死，那自着几头的旧乡们，一定要高叫自着高。自食鸡，你阿哥我里谁了自着高了？在哪里？你个好兄弟呀！哥哥，你看喏，哎，一块胶把戳出来个，你看我胶把那两个字所方，这就是你的家务。不是个哦，所不的铁夹壁，一个人家做四个例子过来，侬个好兄弟呀！哥哥，这个才是你阿哥的不理呀！哦，这就是公公的家，哎，既作礼，必人一不门。嚯，一看，这四个例子啊，从上头过到下头。杨振言先生不论是说功还是唱功都是相当出色哈。那尤其是在唱腔方面，他在讲调的基础上，又结合自己的个性特点，结合抒情的内容需要，充分运用柔软气息等多种技巧来加以发挥。确实这样。比方讲，杨振言先生里在张雨生合作的《听党特辑》当中，两位艺术家同台动作，而且里头侪是台唱以这样的为基础。可以讲是这个拨杨振言先生有很大压力，但是呢，杨振言你讲明知山有虎啊，偏向虎山行。你这个一条听党特辑当中的海北人来，所以是十分的成功的运用了气势的控制，得知形整意切的对述，唱出了具杨振言个性特色的这样的，也唱出了是有些悲痛凄切的情绪，俘获了欣赏者，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所以呢，还有人拿杨振言台唱的唱腔称之为异调。那我们知道杨振言先生弹唱的成功作品是非常多的，那其中有细腻柔软的殷殷操琴，还有呢铿锵阳刚的林冲夜奔，对，还有就是技巧多样的一些其他的开篇等等，东北开篇等等，都是令人回味无穷，百听不厌。接下来呢，请大家来欣赏是1997年所在电视书上录制的电视开篇美作。这个一头，请大家一定要来欣赏。搿些辰光已经年近83岁。乃让欣赏搿首开篇辰光呢，会感觉得杨振言先生也是如何来演唱，不得不了青春常在。一起来欣赏。
在眉笔眉峰北。做太美，相亲人相见作玉美。相侣美几位，君家哈比美比做。是所必美，师君来是相非做梦下是他些去心恩美，他做夜深恩才老去。没把早晨能为借风追，悲伤没定山。与君共饮最深被惊吓，共山作与小亮，你知道哈，我们的导演殷德全先生和杨正言先生是忘年之交。那
在04年的时候，杨正言先生患病住院以后呢，我们殷德全导演就多次去医院探望他，带去了观众对他的关心和问候。杨正言先生在病床上仍然非常关心我们电书场，还问起正在播出什么节目。那我们导演就告诉他，正在播放的是由你们上海评弹团的2位青年演员高博文和周红弹唱的您和于洪先老师的《苗金凤》。那杨正言先生听了之后呢，就感到非常的欣慰。在医院里向呢，杨正言先生跟殷德全大人讲起，伊还有一个愿望，伊就是想为了努力读杨刚的另外一部长片《大红白》整理出来，给北青年医院来学习演出。但是呢，一进来发觉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殷德全大人让离开医院临醉之前呢，杨正言先生会对你3秘密的讲，我希望院长一直。身体好了之后呢，会要到苏州电视台来录制节目。这个是一位几乎了不起的男人啊！对你平台艺术充满了十分深入的感情。确实，杨正言先生虽然没有了却心愿，但我相信我们的评弹界的后人一定能够了却他的遗愿，将他的评弹艺术能够继承下去，发扬光大。同时呢，去完成他未了的事业。对。那接下来，请大家来欣赏当年杨正言先生和他的师弟张振华老师合作过的大红袍选回怒碰粮船。海虹打怪阵风转，今朝把那个手让你们吃饼，心里想气手唱调起来嘛，口口牙紧，散散心吧，风吹过来嘛，觉让人一轻松的来，对外的一口的精致哈。下追求。相信人，细细有理实对神，这几道风景。水平心，渔翁挖碰春江水，得里儿归下人对着鸡下子地方把身塞吃，不得几天节节人归家，送喜落体人，离开清茶莫动妓女辈，得的风枪心口人，得听得谁下冒失神啦，没得真到西城人，儒家跟到家娱乐。刚吃了让上风节嘛，这个是不对不比。神人相逢可比人，海虹呢？我那个手上人得没义气。你是苏州人，到苏州去，打到春安的辰光，让我了解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说了绿灯受伤了，谁了呢？哟，董事啊！你饭吃了？吃了。啊，你叫啥名字啊？姓啥？我姓追呀。姓追，叫啥名字？叫追呀是。
而且么烧菜烧饭，现在么一浪浪摇住，那个人勤劳神性啊。来相公呢？当中的，你娘不许我没搿个习惯个。我欢喜高档实实。根本没喊我背了，我背了。你呀，来。上我读一读过来，他好200多，来，切到。啥意思呢？那个啥手也是也得收据，也要路过后圈山啊。必经之路啊。上有问题在后圈山。听说后圈山有18景。对哇。那么想请你陪你到后圈山上岸兜一圈，刚刚实实么？你白相起来刚你有味道啊哈！包托来在。哦。机会。我有讲预备想办法，讲有往讲不那边。我现在地到后圈山，我最好达到铁岭关封疆。对，主要是做工好。哎呦！他们耍对不起抱歉的，啥的？一桩事体我忘记他了。啥的？那个张有接没接到收据，我们只好到徐日关看岸，到上岸了去吧。徐日关到收据还要几十里路吧？听说大概10年。你追得起啊？是的，我晓得的，手里出的少，然后就放掉。不，放心，不会让你吃亏的。不，我说的。那对满中场的人子我分了。为啥？要是你不吃苦的。吃苦呀！我跟他势路不同，强风扶正，有讲到当家，踏踏定定，怎么上去非要过去呢？啊！别门，快点！父母呢说我10个字的要吼，我这要是你讲给我听听的，啥事体是俺吼呢？啊！内真的不讲吧，让我为我半点子讲吧，我心里实在难过，老相公。这样是非难过呢，你有闲话再给我讲下去啊！哎呀，讲！今朝非得要讲得那跳，讲得那光后，讲得那拍胸脯，讲得那灭他2月棒。咁么我欲望讲人工。对，都说你讲。父母乃是徐日关到收据还要路过关口叫铁岭关封疆。搿搭到收据的活动必经之路，最近半年里向不同。为啥？定制一帮2肉帮，收据张2米运到北京去叫王2肉。王两，73只一帮。屋里定了45块的地方，最近不知啥人想出来，去定了45当中，2帮比8家来人一帮，整个一条河不里拉么的。哎呀，不能够过去的吧？你现在做啥？这里都面孔靠不住高，哪靠住光？因为要到口子，不能那么他其他小人到收据一到封建南谁都不同。这样你眼瞪瞪的辰光，2手浪向4岁水侬莫干子忙从小人手里浪一扎，话没好听，叫你飞过来，等到手当一拉马也吞过去吧。这样忙2手浪向一棒不过轻了从水家帮2手杀加杀，2手棒往死。我是进去20他500袋600袋，你都称之会。结婚是我帮得我的47岁上来个个才上当，不人非是谁讲，我们还吃过苦的。你亲身经历。在啊，其实大家乞丐有啥办法呢？来用的起来，打工摇到去哪里都2日，半里多一棒。半里多一棒。一到封疆帮2肉手里烤出个那么黑的，打开油门灭他2肉帮，到此结束。观众朋友，吴俊义先生已经走了，杨振言先生也离开了大家。2位大家的先后去世，对于评弹界来说真的是一大的损失，对于观众朋友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悲痛的消息。但是这些艺术家留下来的珍贵艺术资料呢，是一个保障。你还要从这些珍贵的资料当中去为你再现一读个英勇善目，它是精湛艺术。好，观众朋友，这一期的名家名篇就到这里。下周同样时间第21期的节目，我们请大家收看的是张如君、刘云若弹词专辑。下周我们再见。观众朋友，再会。